人会客室，명인共학파，欢迎大家今天的收看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里我们邀请到这位名人很厉害，他会很厉害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姓姚。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暗讲给西亚莫耶漂亮女生姚彩颖，欢迎。好。姚彩颖是客家人吗？不是啊。那为什么会说哈嘎发说这么好？我看你的节目啊。哦，真的啊，所以看节目真的可以学哈嘎发哦。真的。有看，那我今天要让考试一下哦，好不好？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，这时候要说什么？以后吃饱嘛。哎呦，真的有学。以后吃饱嘛，就是你好，吃饱了没？那如果要回家要跟人家说再见、拜拜的时候怎么讲？将来了。很厉害哟。那好，最后那既然这样，我们要考你什么呢？那本节目不，本节目播出的时间，礼拜一到礼拜五。大年。哦，还有大年出现。大年就是每天的意思，真的很厉害，有准备好。既然这么厉害，那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见面的时候要说什么？你好，吃饱嘛。你好，吃饱嘛。你好，吃饱了吗？再见呢？来了。张来了，再见。那每天呢？每天大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谢谢姚彩颖，谢谢张来了哦。很自在。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复习时间。复习时间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吃饱没？吃饱嘛，吃饱嘛。再见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每天，答應，答應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，傾下嚟講客家話。